在雪中悍刀行中，江湖当中有着很多大势力，这些大势力当中都有着高手坐镇。按照9品制的划分，也只有1品境界才算是宗师级的高手。今天我们就以1品高手的数量来评定，看下黎阳的10大势力当中哪个势力才是最强的。第10个，东岳剑池。作为江湖当中最有盛名的势力之一，东岳剑池和吴家剑种一样，是剑客的圣地。只不过东岳剑池在原著当中出现的高手并不多。宋念钦当宗主的时期，明面上的宗师级高手就他一个。另外一位宗师高手柴青山已经被逐出了剑池，直到宋念钦身死后，他才回来接任了宗主的位置。此时的东岳剑池柴青山又成为了明面上唯一一位宗师级高手。除了柴青山之外，剑池的李义白可能也是一位1品高手。其余的像宋廷禄、单尔一两人，虽然天赋不错，但现在太年轻了，实力不行。所以据北城驿站柴青山死后，没有高手的东岳剑池也开始被人欺负了。第9个，上阴学宫。上阴学宫严格来说并不算是一处江湖势力，它是一处高等学府，接收了来自各个地方的学子。学府当中大部分的学生是儒生，这些儒生也并不是手无缚鸡之力，靠着儒家的感悟进入天象境也是很有机会的。不过原著当中没有提学宫当中有哪些宗师级的高手，但是学宫的实力依旧不容小觑。最深处隐藏了一个超级高手，这个超级高手就是初代张家圣人张扶摇，独断了儒家气运800年，就连吕祖都曾向他请教。有这一人在，上阴学宫就比其他很多势力要强，但整体的实力还是差了不少。读书人和习武之人打斗，终究还是占了大劣势啊。在雪中悍刀行当中，黎阳江湖有10大势力，这10大势力的实力排行又是怎样的呢？第8个，辉山轩辕。辉山轩辕是建州的江湖世家，和龙虎山隔山而望。轩辕家有2个时期，一个是老祖轩辕大盘坐镇的时候，轩辕大盘是大天象境的高手，有他坐镇，轩辕家的实力还是很强悍的，尤其是在前期战力还没有崩坏的情况下，大天象高手还是很少见的。5平前3，也就是天象境的实力。轩辕家除了轩辕大盘之外，家主轩辕国器也是1品指玄境的高手。在天下第11的王明银死后，轩辕国器甚至要代替他登上天下第11的位置了。还有轩辕国器的儿子轩辕敬轩，他的境界虽然是修炼了轩辕大盘的无根之术，拔苗助长强行提上来的，但好歹也是个指玄境啊，也算是个1品高手了。最后就是轩辕家最强的轩辕敬成了。原著出现的第1个陆地神仙，一个儒生读书读成了儒生。如果轩辕家没有那些狗血的事情的话，在轩辕敬成成为陆地神仙时，轩辕家会辉煌到极致，但是因为老祖轩辕大盘的骚操作给毁了呀。轩辕大盘把双修的主意打到了自己曾孙女的身上，让隐忍了20多年的轩辕敬成再也没法忍受，提前5年去挑战老祖，强行进入陆地神仙境界，和轩辕大盘1换1，轩辕家高手死绝，就此没落。如果不是徐凤年和北凉的支持，甚至有灭族的风险。轩辕家第2个阶段就是轩辕清风当家主的时候了。轩辕清风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武林盟主，轩辕家再度辉煌起来，家族当中的1品高手也越来越多。等到据北城一战结束，轩辕清风进阶陆地神仙后，当时的江湖中就没有几个势力比轩辕家更强了。在雪中悍刀行中，江湖当中有着很多大势力，这些大势力当中都有着高手坐镇。按照9品制的划分，也只有1品境界才算是宗师级的高手。今天我们就以1品高手的数量来评定，看下黎阳的10大势力当中哪个势力才是最强的。第7个，两禅寺。两禅寺是黎阳佛家的代表势力，白衣僧人李当心就是两禅寺的住持。当年从西域取经归来的他，受到了黎阳皇帝的接待，要让他做天下的佛头，但被他给拒绝了。两禅寺虽然看起来不强，但除了有一个大金刚境天下第1的李当心之外，还有一个佛门圣者龙树僧人，拥有2位陆地神仙级的存在。李当心的弟子吴南北对于佛道的悟性极好，之后肯定也是一位和李当心一样的大金刚境高手。第6个，武当山。武当山作为北凉境内的势力，多年来一直和龙虎山互相竞争，只不过相比龙虎山的不择手段，武当山上的人更随和，脾气都很好。那么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就算是你要拆了他们的山门，他们不但不会生气，还会笑着给你拿一把铁锹。脾气虽好，却不代表山上没有高手。王重楼做掌教的时候，山上就有王小平、于兴瑞几大1品高手，还有一个没觉醒的洪喜相，整体实力极强。洪喜相觉醒后，恢复了巅峰时期的实力。当时的他能让王仙芝坐实天下第2的名头，而后又到李玉府的时期，他同样是一位天人级的存在。每一代都有顶级高手坐镇，这就是武当山的底蕴。